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二 C 班嘅郎若雨。我係二 C 班嘅江振希。今日我們兩個想為大家分享一本名為《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的書。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是美國作家米奇·艾爾邦的記實回憶錄，記錄了他與大學時期最敬愛的社會學教授麥穗史華茲在教授生命最後一段時光的重聚。麥穗教授是一位性格開朗、充滿智慧的長者，在70多歲時被診斷出漸凍人症，這種疾病讓他逐漸失去對全身肌肉的控制，最終導致死亡。當米奇在電視節目中無意間得知恩師的狀況後，他立刻前往探望，並與麥穗約定每個星期二見面，聆聽這位即將離世的智者對生命最後的警語。全書最震撼人心的觀點出現在第4個星期二，學會死亡才能學會活着。麥穗教授雖然面對生命的終點，卻沒有陷入絕望和與自憐。麥穗認為多數人活在世上，卻從沒真正思考過生命的意義。我們被物質追求和社會期待所困，追逐金錢、地位與權力，卻忽略了心靈的滿足。麥穗說：當你了解自己就要死了，看事情就會相當不同。這種覺悟不是消極的放棄，而是對生命更深層的珍惜。第13個星期二的主題，完美的一天，更是對此觀點的最佳詮釋。當米奇問麥穗如果能擁有完全健康的一天24小時，他會如何度過？麥穗的回答出乎意料地簡單。這位即將離世的智者最渴望的，竟是許多健康的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日常。這讓我深刻體悟到，平安即是福，不是一句空話，而是生命最真實的價值。除了死亡與生命的思考，書中對人際關係的洞察同樣發人深省。在第12個星期二談到寬恕時，麥穗分享了自己與已故好友的遺憾。他曾因好友未慰問手術中的妻子而斷絕來往，多年後想和解時，好友卻已因癌症離世。麥穗因此提醒我們，在你死前寬恕自己，然後寬恕別人，不要拖延。這個故事讓我反思日常生活中的計較與執着。人與人之間的摩擦難以避免，但若因一時的堅持而錯失和解的機會，留下的將是無法彌補的遺憾。如同麥穗所講，不是每個人都有時間在生命終點前自我反省、寬恕他人。我們應當在還有機會時主動修補關係，不讓怨恨佔據心靈。讀完最後14堂星期二的課，心中充滿溫暖和與感動。麥穗教授以自身的脆弱教導我們如何堅強，以即將消逝的生命啟發我們如何真正的活着，鼓勵各位同學有時間的話可以去借閱這本書。今日的分享到此完結，多謝大家。